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周鍾俊昌啊。眨下又一個禮拜啦，又嚟到終極賽次呢個節目。事不宜遲，我哋直入主題先。見到啦，北水嘅流入咧，可以話係曇花一現。禮拜一、二係有買入嘅，但係禮拜三開始咧，又變翻係淨賣出啊。咁另外咧就見到非農方面啦，咁今次咧，我覺得係非常值得關注。我有啲重點策略都想同大家分享下。最後望埋一半度睇啦，雖然上個禮拜係貼中咗隻 Nvidia， 咁叫做跑贏晒啦，咁升咗大概12% 到，但係你問我咧，隻 SK 海力士就可以話都幾差下啦。其實個股價走勢明明其實你都見到係好似去晒槓桿，或者叫做好多壞消息都已經出盡咗啦，但係入場去買翻嘅資金咧，似乎又唔係好夠力喎。嚟緊係咪真係會反彈結束，跟住再沉底咧？希望多啲人可以非農嘅之前可以聽到我相關嘅一啲睇法啦。咁所以講咗呢樣嘢先啊。見到咧上個月咧當時公布嘅非農咧係遠遠低過預期嘅，只係得 5.7 萬隻。咁當時嘅預期咧係 11.4 萬嘅啦。我諗非農其實有聽開或者有睇開嘅朋友咧，都應該知道啊，就唔係淨係個新增人數嘅，仲有譬如嗰個工資啦嚇，同埋嗰個失業率都值得關注。但係如果我用最簡單嘅語言去睇，或者淨係睇一個最大嘅指標咧，就係嗰個新增非農就業啦。OK， 目前咧預期即係唔同嘅媒體都有個預期啦，或者唔同行都有預期，大概 around 7萬8萬左右啦。OK， 咁而如果嗱你見到咧，我自己最留意係咩咧？係金啦，即係如果要我淨係做一隻 product 嘅話，非農我會做金嘅。OK， 點解做金咧？因為近呢2-3日咧係升得好急啊，金價。咁我用現貨去睇啊，其實如果期貨咧，通常啲平台會顯示12月咧，其實係會多50蚊至到60蚊度嘅。OK， 咁如果現貨嘅話咧，啱啱 cap 個圖咧就4325呢啲位。嗱，假設如果非農就業人口係高過預期嘅話咧，我覺得金價咧就好值得做淡啦，即係個回落空間比較大。我會睇係跌穿256、257啦嚇，即係4250到4270呢啲位咧，係好大機會會到嘅。OK， 即係如果係去到10萬，新增人數能夠去到10萬，或者越多越好啦。OK， 咁會有一個比較大嘅回調下跌幅度。咁相反，咁如果你話符合預期嘅話，我覺得都好難大升咯嚇，所以做淡相對地係值博嘅。咁當然啦，如果係有都仲有其他嘅，我嘗試喺我自己應對完之後，或者盡快啦嚇，喺我 Facebook 都有即係再同大家 update 下，有冇啲咩新睇法。咁講翻個恆指先啦，恆指其實咧北水嗰度咧，我諗就真係要睇睇先啦。我應該係有推翻上嚟先。呢個咧就係講緊北水最近嗰個淨賣出同淨買入啊。OK， 咁就之前講過啦，連續7日淨流出，跟住禮拜1、2咧係有個淨買入嘅，講緊就係喺26,000樓上，即係挑戰26,200呢2日。咁好明顯就係咩咧？就係掃爆咗一啲衍生工具嘅倉啦，即係上個禮拜都有同大家提過啦，即係呢個都係上個禮拜 cap 嘅內容啦，大家有興趣可以睇翻啦。其實當時都有講過啊，就係即係紅證重貨啦，而且個比例係側重咗去紅證，即係啲淡倉，你見紅色係多好多。呢個上個禮拜嘅圖啊，咁而家係 balance 翻嘅。其實咁即係話咧，其實短線嚟計咧，的確係捕捉到一個
即係高位沽嘅機會，即係26,000、26,200咧沽嘅話咧，其實係有幾百點執下。但係你問我嘅話咧，而家似乎就係牛住咗先，等啲咩咧？嗱，你見資金開始弱㗎啦，通常呢啲咧後市咧係跌多過升嘅。OK， 咁當然暫時信號未算係好明顯，但係譬如你話北水又連續3日淨流出啦，咁其實你 overall 嚟計都流出得幾犀利嘅咯。而你見個成交咧又落翻去3000億樓下，即係講2500幾啊、2600幾、2700幾咁樣，即係話其實個市係牛咗。當然如果你純粹睇今日，你會見藥明升得好勁，啲生科股啊、藥股升得好勁，跟住個別嘅九倉啦，呢2日表現十分之唔錯啦嚇。但係你之前熱炒嗰啲中芯啊，同埋咩咧？同埋就係呢幾隻咧，大型嘅科網股咧，係唔係幾得嘅？我會話，尤其是咩咧？嗱，你會見到美團同埋京東咧，係可以挨住喺近期高位咧，做到個橫行，叫表現比較好。但係你見隻小米咧，係都幾曳嘅呢個走勢，佢唔跳上嚟都好，佢跳上嚟咧就有少少即係掃爆啲淡倉或者引人去入場咁樣。跟住再掉頭跌翻，騰訊同埋巴巴有少少，但係冇小米咁誇張。OK， 好嘛？咁即係話，其實幾大嘅科網巨頭咧，似乎又係開始啊，比起之前啊，尤其是早2個禮拜咧，係差咗嘅個走勢。而另外，我諗大家都好關注，或者我 keep 住都有講嘅半導體又點樣咧？嗱，你見到上個禮拜我都話，半導體好似有啲轉勢會反彈喎，有啲吸引喎，或者值得去睇啦。OK， 只係引人沽貨，跟住爬翻上去頸線上面啦。呢個當時講咧 ，SOX6 咧就係前收就504蚊啦，但係當時其實盤前都做緊523個幾噶啦。咁你睇翻咧啱 cap 嘅圖咧，盤前就做緊538個幾，咁其實 OK 啦，有得升嘅，即係都個方向睇啱。而更加重點係咩咧？當時講話 SOX6 冇咁直播啊嘛，留意隻英偉達啊嘛 ，NVIDIA 啊嘛，嗰陣時咧係講緊係197個3嘅盤前做緊，咁原因係咩？係睇佢條債嘛 ，OK。咁果然啦，其實我呢個我都幾滿意嘅。其實最高尋晚係做過223個6毫3，即係你對比197啦，你當其實係落過，即係我講完之後係穿過195嘅。OK， 當晚咁而家上到嚟呢啲位咧，其實你點都有一成鬆啲噶啦。咁再 update 下大家啦，其實。嗱，呢個指標咧就我都係要強調翻，就唔係成日都有用嘅，但係只不過係近期咧嗰個資金嘅憂慮比較嚴重咧，所以我覺得呢個指標咧應該係會幫到手了解債券市場啊、債券投資者嘅情緒。你會見到咧，其實最近呢一個交易日咧，其實嗰個孳息率係開始彈翻上嚟嘅。咁呢個對於股價當然就唔係一個好嘅信號啦，不過因為太近非農公布啦，咁所以我覺得咧就比較難去作準嘅，或者個參考價值就唔係咁大，可能會好快，因為即係非農公布完之後，咁我會就係等翻非農公布完之後個債息相對穩定少少咧，再做一個即係參考咯。去望一望咁樣，咁都會喺 Facebook share 埋俾大家嘅呢個資訊。咁最後就係咩咧？就係你望埋隻 HK Hynix 隻海力士啊，其實我覺得係幾差下，因為跌得咁深即係叫做打爆咗咁多倉，但係竟然甚至乎最近公布埋個派息啦 ，OK。竟然咧係冇大量嘅資金流入嘅，即係如果你睇無論係韓股啦、港股嘅衍生工具啦，或者係美股嘅 ADR 咧，
似乎都表現麻麻，甚至乎如果你睇 ADR 啦，好明顯嗰個成交咧係奀咗好多嘅 ，OK 係弱咗好多。咁咧我會有個睇法啊，唔知道準唔準，不過都同大家分享下就係咩咧？會唔會即係呢個板塊嘅資金開始啦？我唔理佢，我唔講太多背後咩即係 AI 估值啊、CapEx 嗰啲啦。但係我純粹直接講個資金流嚟計嘅話咧，會唔會諗住一啲博反彈之前博反彈嘅資金，其實已經係失望離場，或者陸續開始失望離場咧？咁如果係嘅話咧，我諗半導體即係無論係美股也好，港股也好啦，似乎都無一幸免嘅，即係冇所謂嘅東升西降或者西升東降咁樣，即係最近喺呢個板塊身上。咁我就淨係睇我就最主要睇 SOX 作為一個指標啦。OK， 會唔會又落翻去呢一條線嘅樓下咧？即係跌翻落去500幾，甚至乎穿500咧？到時嘅一個拋售呢個我覺得係要小心咯。咁都戴翻個頭盔先啦。以上內容都係一啲個人觀點啊，絕對唔係投資建議，都可能有錯漏嘅。咁希望可以繼續抽時間同大家分析市況啦，整理資料都用咗唔少時間。咁我同小編都禮拜五都加班啦，希望大家可以多啲支持 like 呢條片，俾啲留言或者有咩建議或者你想聽啲咩都可以喺下留言講講嘅，好嘛？咁今集係咁多先，多謝晒大家，拜拜。